大家快啲走，快啲離開！隊長，現場嘅情況好緊急啊！支持多一陣啊！我哋而家講緊嚟㗎啦。你仲企喺嗰度做乜嘢啊？我做唔到㗎，我淨係會拖累你哋㗎咋。你得㗎，唔使我啦，你一個人都足夠對付佢啦。我一個人嘅力量好細嘅咋，我需要你幫手啊！我唔睇雞仔，雞仔大攞去賣。俾啲信心，放膽用你嘅聲音。賣得幾多錢？賣得300錢。返嚟買屋又買田。我哋成功咗啦！原來多一把聲真係可以咁大分別㗎。呢個係平衡和音，亦都係最常見嘅和音形式。平衡和音會同主音以平衡嘅形式呈現，可以比主音高音或者低音。雖然平衡和音嘅音準同埋節奏十分重要，但係都唔好忽略配合主音嘅咬字同埋音色啊！即係無伴奏合唱就係主音加埋和音啊！其實喺無伴奏合唱裏邊，我哋分唔同嘅聲部，有主音、和音、低音同埋人聲敲擊。唔同嘅聲部喺歌曲裏邊有唔同嘅作用。和音可以令到歌曲嘅層次更加豐富，低音同埋人聲敲擊主要就負責 groove 同埋風格，而主音當然就係負責歌詞同埋旋律啦。哦，原來大家唱嘅嘢都係有咁大分別㗎。係啊。之前雞腳同埋 Lauren 示範咗關於敲擊嘅部分，應該都記得佢哋嘅特色。和音除咗平衡和音之外，我哋亦都會視乎節奏同埋強弱嘅需要，而唱一啲冇意思嘅字，例如蝦同嘟。而低音多數以燈發聲，配合人聲敲擊一齊主導節奏。不過其實大家都係想唱啱個 chord 和弦。最常見嘅係三和弦 triad， 由根音以上疊加三音同埋五音3個音組成，例如 Do Be So 或者 So Ti Re 等。有咗和弦嘅加入，歌曲就可以有更加多嘅變化。哦，我都想試下和音啊！冇問題，因為喺合唱嘅裏邊，通常負責和音嘅都唔止一個人，更加多嘅情況係多人多音，務求令到高、中、低都有人負責。如果我好貪心呢，想兼顧埋低音呢？低音係有啲難度㗎。首先你要有我咁低音。副隊長，你有冇事啊？氹氹轉菊花園，炒米餅糯米團，阿媽叫我睇龍船，阿媽叫我睇龍船，我唔睇雞仔，雞仔大攞去賣，賣得幾多錢？
往前隊。精神。啊